先生你好，太太你好，我要介紹自己，我係Trirahayu Ningsih，我今年24歲，我未結婚，我喺會教讀，我讀到中六畢業，我有2個兄弟姊妹。我排第3，我喺呢度學做家務、做清潔、煮餸、湊屁屁、照顧小朋友，同照顧老人家。我都有學洗車、燙衫、吊電器。我識煮、煎蛋、煎魚、火粥、灌湯、過湯同炒菜。先生太太，我唔識煮肉，但係我要煮豬肉。我唔驚醜，我喺香港做過嘢，我照顧過屁屁同老人家，我照顧3個大人。我啱啱到香港，屁屁未出世。我照顧老人家，婆婆85歲，婆婆唔識行路。我都有做家務，買餸、煮飯、燙衫、同洗車。先生太太，我認識學在聽話、老實同勤力做嘢，充滿良性嘅合作。多謝先生，多謝太太，我哋喺香港見啦，拜拜。